最近有個老友話想做生意，開間美宜街喎。下面同大家講下開一間美宜街大概要咩嘢手續、咩步驟、幾多錢啦。首先呢，就係基礎費用，加盟費呢，就係1萬到3萬蚊之間嘅，保證金呢，大概就係3萬到10萬之間。保證金唔做嘅時候呢，係可以退嘅。硬件成本呢，裝修你就計佢1000蚊一方，如果係50方，大概就係5萬蚊啦。仲有呢，就係設備採購啦，設備採購大概就包括收銀系統啊、冷藏系統啊、冰櫃啊、監控啊、貨架嗰啲，大概呢就係5到10萬蚊之間。仲有一個呢，就係運營啟動嘅成本，首批進貨呢，一般都係5萬到8萬之間嘅，70%呢係要從總部採購嘅喎。仲有一個呢，就係房租押金啦，呢個每個地方都係唔同嘅，大概呢，我就算係2萬蚊啦，2押一租。水費啊、電費之類呢，大概就係5000蚊，整體計落嚟呢，30萬左右就可以開到店啦。另一個呢，就係加盟流程，同大家講下。首先呢，你哋係要提交申請表嘅，等美宜街嗰邊審核過冇問題就可以簽合同啦。簽完合同之後呢，就繳納費用、培訓、裝修就可以開店噶啦。運營嗰方面呢，就係總部嗰邊統一管理嘅，使用總部嗰邊指定嘅系統，並且呢，要參加標準化培訓嘅。一般嚟講呢，2個員工就夠噶啦，一個員工月薪都係3、4千蚊啦。主要呢就係推生鮮食物嘅，生鮮食物有50%左右利潤噶，其他呢就28%利潤左右。一般嚟講，條碼呢大概係2000個產品左右。好啦，美宜街開店就講到呢度，大家有乜嘢想問我嘅就可以評論區講我聽。